看准大年初一有不少贺岁片接力齐发，包括像《艾丽塔》、《战斗天使》，还有港片《廉政风云烟幕》以及成龙的《神探蒲松龄》。一早来电影院的人不多，不过来的几乎都想看《艾丽塔》。艾丽塔，战斗天使。当我发现你的时候，你的人类大脑奇迹式的完好无缺真人演出的科幻片《艾丽塔：战斗天使》，从漫画改编成3D 立体角色，选在大年初一上映。一早电影院人潮不多，不过有不少人专程为它而来。民众，艾丽塔就大年初一的新春电影啊，因为感觉画面应该很精彩，因为它是日本漫画改编的今年贺岁档电影，选在大年初一上映的。除了艾丽塔之外，还有刘青云、张家辉、林嘉欣的《廉政风云烟幕》，另外还有成龙的《神探蒲松龄》。电影《神探蒲松龄》天地不仁，大道必彰，收其他贺岁档电影抢先一步上映的，包括大三元、疯狂电视台风电影以及迪士尼的《爱满人间》。另外年前上映的邯郸也有人气。民众，邯郸怎么会想选这部片？想看国片，趁着年初一的气势，几部电影不约而同齐发，贺岁片人气都很高，就看能否用满人潮，顺势冲高票房。